即马学台语是长时行，除了学校的母语课程以外，即马嘛有一个线顶学习平台。除了台语的基础教学，嘛有音乐、天文、甲医疗等等各方面台语的课程，要互大家用轻松趣味的方式来学台语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伊的声母是拖，来帮我念一个拖，吼拖哇拖。用电脑伫线顶学台语的社母，捌主持台语新闻节目的张伟民，即马成立线顶台语学习平台，民众免受时间甲地点的限制，拢通学台语。张伟民讲，来平台学习台语的人，毋但台湾的母语家庭，阁有济无共的需求。亲像有一个学生囡仔是来自这个爱丁堡的语言学的博士，伊咧为着要精进，可能嘛受一寡这个研究上的这个需求，所以咧伊的台语甲汉字拢写了袂歹。亲像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咱讲吼真优秀的这个人才过去甲英国，伊为着要互伊的6岁甲4岁这个囡仔学台语咧，伊吼透过这个线顶的课程啦吼，亲像我甲伊教 Pokemon 啦，伫遮吼甲伊用开讲的这个方式。除了一般的台语汉字教学，平台嘛邀请各种专业的老师做阵参与，教各种台语用法。咱会当用台语来教天文，来教地理。咱嘛有朱子红医师会当用这个医学台语的这个方式来教台语。另外，咱嘛会当用台语来教音乐哦。学者表示，透过这种方法，会使互台语加入生活，符合台语正常化的潮流。大家想到台语，就敢若想到讲台语课，吼，就是学台语讲话。但是其实台语毋是外国话，伊是咱遮的语言。台语一定爱有行出语言教学，用台语去做各种的代志，去做研究，去谈论各种的主题。柯慧如讲，毋望台语线顶教学平台继续发展，除了基础的教学，嘛会使发展出通译、文学等等各款面向的课，就亲像各款外国语言共款，毋望台语多元发展。记者郭不稳定凯台北报道。